2名工人於地下管道暈倒昏迷，經搶救後不治，空間的致命意外導致3名工友死亡。哇！呢件咩嚟㗎？哦，呢個咧 X4 線可以令到咧喺密閉空間度都接收到網絡信號。我哋上去 set 下先啦。我以前喺其他公司嗰度做嘢都冇見過呢樣嘢喎。係啊，我哋以前喺密閉空間工作咧，因為冇信號，例如智能頭盔鏡頭、4S 試氣機同埋4S 手錶嘅智能配備咧，都唔能夠穩定咁發揮應有嘅功能，令工作範圍有限制同延誤，甚至擔心有危險。如果有突發事情發生咧，都唔可以即時同地面同事聯絡。我知道咧 X4 天線參考航天通訊系統設計出嚟。航天？喂，吳博士啊，我哋個 X-Force 天線真係好有潛力喎，你覺得點啊？係啊，我哋嘅 X-Force 天線咧嘅由來咧係參考咗航天通訊系統嘅圓形波導技術，特意咧改進喺呢個狹窄空間入邊用嘅。佢嘅原理咧就係利用電磁波嘅 TE11模式做主導，透過交叉雙極設計去產生一個90度嘅相位差，從而咧製造一個圓形偏振，減少咧呢個多重路徑嘅干擾，確保信號穩定。真係幾好喎！所以我哋喺2米直徑嘅水管入邊 ，WiFi 2.4 G 頻率可以傳到超過300米啊！特別喺密閉空間，例如配水庫或者喉管入邊 ，WiFi 接收嘅重要性真係好高啊！完全同意啊！而家喺密閉空間有咗我哋咁好嘅 WiFi 信號之後呢，就可以無間斷咁連接同事嗰啲 4S 智能配備，連手機嘅程式都可以正常運作。俾我哋實時知道工人嘅工作情況，例如佢哋喺水管工作時嘅安全狀態。萬一有危險，我哋都可以作出即時反應。係喎，未來我哋仲可以再研究無色抑制技術，提升喺極端環境下嘅表現，保護工人安全。哇！呢個真係救命技術啊！喺配水庫做嘢嗰陣時啊，能夠實時數據傳輸同通訊。可以救人一命，真係好安心啊！我哋先 set 好 X4 天線、智能頭盔鏡頭、4S 試氣機同埋4S 手錶就可以安全開工。